個個都好似攞個單字嚟嗌咁樣，好有氣勢啊！不過咧，先同阿黃博傾一傾偈先㗎。黃博咧喺參賽以嚟咧，都俾我哋好多難忘嘅舞台啦。以前排仲見到你啦，有更加多嘅新突破喎，着住好型嘅西裝啊，跳晒舞啦，仲有同佢哋中意啲師姐啊，林思彤啊、陳千雲咧跳啲新舞咁樣啦，大家咪都覺得好正啊！依家但我知道咧，阿黃博係中意挑戰自己，所以一定係做咗啲新嘢咧，係練緊啊，儲緊啲彈藥準備揸落我哋度嘅。咁啲乜嘢新嘢會喺演唱會度帶俾我哋咧？係啦，就類似男生舞呢啲咁咯，可能咧有冇到時我哋睇得表㗎啦。我經常睇得見，不過我哋咧演唱會未有得睇，但係有新歌可以聽喎。咁今日有新歌你哋聽咗未啊？OK， 先講下呢一首新歌有幾犀利先。早2日我哋有黃博嘅新歌有一種執着。咁係咧，正式喺 Apple Music 同埋 iTunes 係獨家上架，短2日嘅時間，截至尋日嘅數據，唔係今日嘅數據。有一種執着已經一夜飆咗上廣東榜第3位。而今次嚟到今日我中心呢度，亦都係黃博首次會為大家帶嚟呢一首歌嘅現場演繹。而家重要嘅係我哋聽歌之餘，大家一定要記住係聽晚6月23號晚上嘅幾多點？9點鐘，晚上9點鐘喺我哋 TFG 嘅官方 YouTube 頻道將會首播有一種執着嘅 MV。所以聽日9點鐘大家校定個鬧鐘，準備喪碌有一種執着。喺 MV 之前，想唔想聽好歌？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呢首係一首比較自我內心嘅一首歌嘅，其實就係通過呢一首歌講一啲故仔俾大家，希望大家中意，多謝你。
呢一首歌係為你度身訂做，係講一個點解？哇！多謝，thank you。嗱，你傾下偈先。一首歌講緊嘅執着係點樣㗎啦？你想帶出嚟嘅信息咧？想帶出其實每一個人，我哋可能喺生活入邊，可能遇到啲困難啦，可能每一日咁樣生活，可能但係心中都有一個夢想嘅，都有一個執着或者堅持嘅。即係無論遇到啲乜嘢嘅唔同即係係啊，或者係唔開心嘅嘢，或者係挑戰，希望大家都有一種堅持，然後默默努力向前嘅。好似都係你嘅故事去鼓勵我哋一樣，因為我知道黃國強有陣時遇到一啲嘅挑戰啊，佢都係好勇於去克服啊，同埋 keep 住都有好正能量，希望都可以感染到大家嘅。而個 MV 我哋頭先講聽晚啊嘛，9點鐘啊嘛，喺 YouTube 呢個嘅TMG 嘅官方頻道將會首播 MV 嘅拍攝又係一個故事啊嘛。MV 入邊咧，我係演繹咗一個平凡嘅人，佢其實好努力去做自己每一日嘅嘢，可能睇似好簡單，但係佢都好努力咁樣去生活。其實都係想希望大家可以有共鳴，每一個人都可以喺自己生活入邊揾到自己嘅方向，然後咁樣一步一步努力咁樣。咁你參與呢個 MV，自己都會去即係演繹一個平凡人咁樣。你拍攝嘅時候有冇啲咩趣事或者難忘嘅事咧？聽翻大家就可以睇到我用係做一個點樣嘅角色㗎。然後我都覺得個工作其實都好有興趣嘅，好得意嘅。然後成個拍攝過程咧，好感謝我哋嘅團隊啦，因為嗰首歌嘅時間其實我哋準備嘅時間好短嘅。然後 MV 嘅拍攝嘅團隊，我哋係30幾度嘅高溫之下，然後又落雨啊，各方面各種挑戰，然後大家都一齊努力去克服，真係好難嘅。你中唔中意拍攝嘅？其實都好㗎，好開心㗎！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場景啦，仲有花式嘅場景啦。由我哋嘅呢一首歌嘅監製張嘉誠老師同我一齊去完成啊，而且有好多 fans 佢哋都有參與我哋 MV 嘅。